咱台湾即马进入高龄化的社会，时段若是去病院互医生看，医生若无讲台语，话路人袂输啊，听雷听拢无。所以有两个台医学院的学生编写医学台语的教材，要互学生囡仔会使了解这个医学用台语来讲医学，嘛会使互医生真正了解病人的需求。 医师甲病人的沟通，伫医病关系是真重要的，尤其是老大人患者较侪门诊，台语更加是重要的沟通技巧。10多年前，有3位台大医学院的学生负责规划医用台语课程，找来医学院各科的教授来指导。一开始是2006年，阮甲我的同学就是台大医学院的张志炎，阮两个就去请这台大医学院内底的教授，阮就请家医科啊、内科啊、骨科啊这个科的教授，逐礼拜会请一个老师来上课。经过2个学期，阮甲伊的录音甲伊拍字拍落来。找来学校的教授，唔但有医学的专业，嘛有实际看诊经验会当分享。朱子宏甲张志炎两个人嘛热心跳出来整理上课的讲义，完成一本真有意义、嘛真实用的教材。基本上，你若离开台北，基本上8、9成拢是爱讲台语啦。一定爱晓讲台语，无迄落阿公阿嬷因着会听较无啦。有诶嘛无毋捌字啊。若是讲指头啊，甲手指，着差真济啊。有诶讲算像讲食130粒嘛，食130粒，还是食130粒，是无共款。因为语言袂通，闹出来笑亏不三时拢有。若较轻松的，笑会得过；严重的，可能会产生医疗的纠纷。如何和医师、病患甲家属有良好的沟通，语言的使用就是真重要的角色。医用台语教材的出现，毋但互医疗工作者会当轻松家己学，同时嘛互医病沟通更较顺利，提升医疗的品质。记者杨淑晴、张玉水采访报道。